各位街坊朋友，今日請你哋出屋企嗰個霉綠斑爛嘅舊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聽我講一段戰前香港嘅往事。當呢爐香燒完嘅時候，我呢個故事亦都差唔多講完啦。故事嘅主角係一個叫葛薇龍嘅上海女仔，佢生得一張平淡而美麗嘅粉撲子臉，對眼長而帶眉。嗰陣係戰前，薇龍跟住屋企人避難嚟到香港讀書。但因為家道中落，老豆要帶全家搬返上海，薇龍唔想半途而廢，想留喺香港完成學業，於是佢就厚住面皮，一個人爬上山頂，去係佢嗰位已經斷絕往來多年嘅姑媽梁太太。呢位姑媽唔簡單，佢當年為咗錢嫁俾富商梁桂騰，做第四房姨太太，同薇龍老豆鬧翻咗。佢住嗰座白房子，好似摩登戲院，但屋頂又冚住仿古壁式琉璃馬，入面嘅佈置中西合璧，睇落去有一種荒誕又精巧嘅環境感。薇龍明知姑媽名聲唔好，但為咗讀書，佢心諗只要我行得正企得正，唔怕佢唔以禮相待。點知佢一踏入呢座白房子，就好似走入咗聊齋入面嗰啲鬼氣森森嘅大墳山咁，想回頭已經太遲。梁太太一開始對薇龍好冷淡，甚至開口羞辱佢，但後來發現呢個侄女後生細嫩，係一件好好嘅投資品。佢收留咗薇龍，仲幫佢準備咗成個壁櫥嘅靚衫、織錦袍子、絲絨長裙、晚禮服，色色俱全。薇龍第一次見到呢啲衫嘅時候，心入面都驚一驚，覺得自己好似長三堂子舊時嘅妓院入面新買翻嚟嘅土人咁。但係後生女邊度頂得住呢種誘惑？薇龍每日浸喺晚宴、茶會、音樂會同埋牌局入面，佢覺得呢啲應酬不過係炫耀衫褲嘅機會。佢喺姑媽嘅調教下，慢慢習慣咗呢種充滿丁香抹子香味嘅優雅生活，而外面嗰種勞碌骯髒嘅現實，佢已經唔想再去理會。當薇龍以為自己可以一邊讀書一邊享受生活嘅時候，現實好快就打咗佢一巴掌。佢發現姑媽留佢喺度，其實係想利用佢嚟做幌子，吸引啲後生仔上門，然後姑媽再憑住自己嘅老練手段將啲男仔搶過嚟。最令薇龍心碎嘅係佢喺唱詩班識到嘅大學生盧兆倫。薇龍本嚟對佢有啲好感，點知姑媽一出手就要開源，會請呢班後生仔，擺明係要喺薇龍手上搶人。薇龍身邊嘅心腹丫鬟妮兒一語道破，天下老丫一樣黑，男人就係中意上呢種當。薇龍呢個時候先至驚覺自己已經喺呢個充滿殖民地色彩嘅陷阱入面越踩越深。故事去到呢度，薇龍已經冇得反轉頭。佢雖然睇清咗姑媽嘅真面目，知道呢度係一個鬼氣深深嘅世界，但佢已經離唔開呢啲華麗嘅衫同埋虛榮嘅生活。佢老豆老媽子以為佢係靠獎學金住讀，根本唔知自己個女已經變咗梁太太招攬賓客嘅工具。薇龍就好似佢姑媽屋企嗰盤仙人掌咁，綠色嘅厚葉子好似青蛇，開出嚟嘅花紅得好似蛇信子，透住一種妖異嘅氣息。佢最後選擇留低，雖然佢口口聲聲話自己可以行得正，但其實佢已經同呢座白房子一齊融化喺香港山上嗰陣濃到化唔開嘅白霧入面。呢爐沉香屑點完那薇龍嘅故事，亦都隨住呢陣煙消散喺舊時嘅香港山頭。葛薇龍嘅遭遇就好似佢喺姑媽花園見到嘅野杜鵑，原本以為只係星星之火，點知火勢蔓延到牆外，最後燒到滿山紅遍，摧枯拉朽，將佢原本純潔嘅學生生活燒得一乾二淨。